总统府建筑落成今年是第100年，2019总统府音乐会今年嘛特别选伫总统府前的凯道要举行，4月7日暗时7点要开始。华视教育体育文化台会同步转播。过两天，这个9点时，华视的主台嘛完整的播出。早起包括陈其宏啦、李英宏等表演的艺人拢来排练，先来看精彩内容。歌手李英宏用伊特殊的声音，甲家己的歌结合鹿港小镇，带来新风貌。为着拜六登场的2019总统府音乐会，李英宏连假一透早就来彩排，要甲上精彩演出带予观众。拜六的表演，李英宏会甲高龄84岁念歌国宝杨秀卿做为演出，传统念歌混合饶舌客家八音，嘛是跨世代，嘛是跨文化，互人相当的期待。总统府音乐会，永年拢会伫全台各县市举办。今年拄好拄着总统府建筑落成100周，意思到这府籍开道，开放民众免费入场。今年分做3大主题，包括买火器、乱弹阿翔、陈其龙这歌手乐团拢会演出。2点钟的音乐响应，对初六暗时7点开始。华视教育体育文化频道专程转播。初7下早9点，卖伫华视主频播出，感受音乐氛围，千万唔通错过。